大家来看布袋戏哦！未飞嘛未伫涂骹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前一阵啊，我的阿爸阿母带我去看布袋戏，哇，这精彩的呢！我毋捌看过遮好看的戏。看完了后，我去问团长讲，我嘛想要学布袋戏。团长讲要学就来嘉义找我。无几工后，我就出现伫嘉义啊。小团长阿阵啊，甲我约伫遮，伊讲伊嘛会做布袋戏红啊，来甲我相认。我先来练一日啊功夫。小朋友，你叫啥物名啊？九股跳，吉武超，我看你遐布袋戏真水呢，要甲我来去学布袋戏无？好啊。行啊。拜托阿公阿妈、阿伯阿婶、阿姐阿姨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，爱吃订阅、搁吃赞，还有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戚朋友。老师你好。你好，你今日要来学布袋戏吗？是不是？好，对啊安尼我甲你教。澳洲信义区蒋强集团是由着我的家父詹山水所来创立的。伫民国65年的时阵来创立集团，我是即马第2代团长。你知影布袋戏有5种角色无？你敢知影？毋知吼？来我讲，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，这是布袋戏的灵魂人物。爱有这5种角色，靠都串起规场戏的角色，就是很帅的男生。哦，小旦就是小旦一个查某的。哦，精就是歹人，精吼伫戏剧当中，敢一定就是歹人呢？无一定。哦，我举一个咧，你知影《三国演义》内底关公无？唔知哦。哦，关公哦，桃园三结义内底一个关公，规面红公公，伊是好人歹人？伊是好人。一个后面呢，张飞，我做歹。对啊，你要相信，伊遐是对的。哦，这人是好人歹人？嘛是好人。哦，所以伫戏剧当中，回面呢，通称拢是歹人，无一定。哦，嘛好人哦，我就是老阿公哦。你看头毛白如苍蝇，安尼白闪闪哦，这就是阿公哦，就俗称是末哦末哦。抽啊哦，抽啊，伫咱戏剧当中就是甘草人物。你看戏啊，看甲上刺激、上紧张的时阵，爱一个抽啊角色出现，就是安那缓和迄个现场的气氛。哦妈，你看甲遐尼刺激、遐尼紧张，互你的气氛小降落来，你的情绪小降落来。所以要有一个抽啊！哦，你知影乌龙派出所无？哦，你唔知哦。好来，我来介绍这第2个角色，这叫做杂。哎，杂伫无伫这圣诞静默丑5个角色内底，你看孙悟空、猪八戒、牛魔王也是这。哦，这奇形怪状叫做虎爷，虎头狼心，就列为就是杂的角色内底啊。哦，这个就是苏养魂，哦，这就是小生，咱小生来念一解好无？习书以公托，习书以公托，金果树道低，经过树道基，富贵皆有名，富贵皆有名，荣华自有时。荣华自有时。好，来，咱来配合布袋戏，我来教你讲布袋安怎讲的好无？哎，你也好，安尼事情安好。3只手指头控制他的左右手，大拇指控制一手，嘿，你的3支指头控制一手，你的食指控制头，双手握起来，双手合起来，1、4、7，嘿，对， 1、4、7。好，安尼来配合这，好无？安尼讲话时阵就1、4、7，安尼好无？来，去看看来，习书以公托。毋是干那动出镜头啊就好。咱讲一句，你红啊动这，好无？原来是安尼啊！我拍叮当，真歹势。我甲团长借一身普通的布袋戏红啊，来试看卖。遗书是公托，了解。
歹势，我搁袂记啊。习书宜公托，习书宜公公托，托，会袂歹哦。哦，小人，小人，是哦，是哈，这是什么意思咧？小人就是要介绍家己。好，佮一个小人，啥物名？丁富桥，对，就是安尼。吼，小心就是小人，啊，小段就是奴家，吼，啊，精就是暗，吼，啊，然后末就是老灰仔人，嘿，啊，然后抽啊就是耐格，安尼，哦，你看5种角色，5种的个性拢无共款，这是咱布袋戏厉害所在哦，对不？这有无面呢？刚哥布袋戏红啊，嘛有无面的妖怪。这叫做练习红啊，后尾你练，互你举的时阵好红举。啊，譬如讲吼，我记咧，譬如讲咱当时咧练吼，安尼平红啊，啊红啊生也无好，伊落去哇，正常红啊吼，叫起来，正常红啊吼有食贼，啊有五官，啊这种红啊吼就是无五官，无食贼，啊这种红啊较好，有啥物？因为吼你也落去，吼啊伊嘛袂歹去，伊的面嘛是共款，佫是安尼。了解无？哦，这叫做练习的红啊！啊，咱试看卖，试看片红啊，我来教。咱手掌向后壁，啊怎呢？1、2、3，劈起！安尼就升起来。我教你基本的红啊行路基本的方式，好无？第一步，咱是个两个手合起来，哦，合起来怎样啦？就是要大家看卖伊五官有正，啊，就是主要就是咱的红啊有一个顶场，哦。咱就开始红仔看，爱互一个定场的感觉，看这个红仔到底啥物人吼？啊，第一步为正骹先行，吼，用你实在，啊，骹举起来，举悬，举悬，对，啊，甲放落来，啊，第二步，我你倒骹，举起来对，啊，佮放落来，举起来，对，放落来，举起来，袂歹哦。要亮相时阵吼，1、2、3，射过来，哦，很帅。啊，你很帅时阵头袂当歪伊哦，爱正哦，啊骹无遐悬哦，咱毋是咧劈腿，骹无遐悬，啊亮相互观众哇很帅。好，第一动作，来倒骹先行，1、好，再来2、3，好，第4个动作，北区，对，踢骹，对，就是安尼。好，来，咱来也看卖啊，好无？好来，第一步。倒骹先行，1，过来，2、3，啊，第4步北区，好，踢骹，对，水哦，好，啊好，啊就会当行落来啊，位平，回来，等下，爱位平，咱位这边出来叫做出将，这边叫做上，啊行安尼落去，啊双手合起来，第2步，第3步，好，去行落，对，好行，袂歹哦，头莫歪，头爱正，对，好，啊，就当落去啊，对，哼，我即马要认真啊，大家看好。好，3，好，北区，踢骹，好，行落台，哦，好，行落台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，哦，袂歹，哦，好，我感觉在复健。团长，小姐问一下，是安怎布袋戏红啊？有细身的，嘛有大身的。啊，这个是传统的布袋戏红啊，这一尺30公分尔。大师为啊气功地也做，迄满了老好，可是新港洪天宫的好爷公，迄顶港有名声，下港上出名，太有名了啦！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嘿嘿。啊，这种的，就是咱台湾人发明的，叫做庙口布袋戏、外台布袋戏。啊，这差不多偌大准，差不多这身悬，这差不多身悬差不多是偌大，差不多伫尺3至尺半。尺半是因为伊的帽啊，佮挂伊的身悬，差不多尺半。啊，这就是外台布袋戏，这是咱台湾人发明的。为啥台湾人发明？为着要符合观众朋友的视线。
情义就去动手啊！你来看哦，两粒红仔有差足多无？有吼，倒阵较大阵，会较大啊，对无？啊是伊就较细啊，啊所以这就是咱台湾人发明的。啊，过来咧，布袋有厉害无？佫发明啥？佫发明叫做金光布袋戏。你看，不过比较大无？有这差不多是尺半至尺八，好差安尼。啊，这金光布袋为虾米？因的戏就较天马行空，因的戏就较含啊，啊，较含。譬如讲吼，那你看迄个哆啦 A 梦咧，一个时光机咻咧，迄个人就无去啊，头壳地竹蜻蜓，迄意思共款。孙悟空为什么现出是口罩这个口罩？这个已经遐个欠落，为什么孙悟空有这个口罩呢？哼，你想要知影真简单，这是阮家己一股三万。啊，布袋有个进化无？有，个进化啥？就这叫做电视布袋戏，电视布袋戏。哦，这就是咱的人间国宝黄俊雄大师、黄俊雄大师把布袋戏带入电视台。哦，啊，所以发明的电视布袋，啊，这着尾啊就是霹雳布袋戏，啊是天舞布袋戏所发明的电视布袋红啊。你来看这目睭的呢，喙叮当哦。此行最大的错误，目击输出，可比比比丧喜，你待可一起哦。妖王建功，是不是就会重新接了我了？好了。哎呦，领导诶，我有水无？哇，快了，你看目睭的呢哦。哇，我来看啊。毋是安尼啦，这是囡仔节目卖有袂搬啦。这是控制伊的手，嘿，对，哎，像嘞，哎，目睭就呢，哎，对，就是安尼，越大越觉得。嘿，你较大力，目睭较会呢，嘿，你目睭面我看，安尼，你手慢了吗？啊，你有慢慢看到你啊，啊，无你变遐摇来，你看红啊，安尼，哎，你摇手啊来，来摇来，有无？来，有无？嘿，就是安尼。我目睭有呢无？吼，有吼。啊，喙嘛讲话哦。啊喙嘛讲你嘛甲懵啦，伊拄着高年，我袂当后面甲懵目睭。还知哦？哎。啊，阮即几年呢，阮布袋戏做的较无共款，阮做的是在地故事，吼，阮嘉义县有足多在地故事，所以阮即几年阮咧推动的，就是吼，三个戏剧就是在地人讲在地戏，演在地故事，啊，要做一寡嘉义属于主流的在地故事，因为咱嘉义大师傅有影起讲地也做，迄满园了好，阁是新港洪天宫的好爷公，迄金刚有名声，下港上出名，嘿嘿嘿，太有名咧啦！哦，我已经知影布袋戏红啊，会角色甲人物啊，嘛学会晓布袋戏红啊安怎行路。毋过布袋戏红啊，若想要搬互精彩，一定要有武器甲法宝。请团长甲咱大家介绍布袋戏红啊出头野的法宝。就是足厉害，野天马行空，变化足多，比如讲放飞剑，咻，这飞剑就可能咻，飞剑就咻，放出来啊。哦，对啊啦，飞剑放出去，就是要解决对方的性命。啊，歹人呢，歹人伊就会变身吼，一个骷髅头出来，一个骨头啊出来，啊就要对抗这个飞剑嘛。叫做金光布，伊就发出去讲啊，咻哇，哎，就飞出来，嘘，哦，你先看卖了，来，来，1、2、3，咱配合一下来，1、2、3，飞起！哎，安尼对，嘿，就是安尼，哎，袂歹，哎，就是安尼，哎，就这，要飞等来台北，好无？咱飞等来新庄，来1、2、3，咻，哎落，嘿，就较大咧，嘿，对，啊，这叫金光布啊，哦，金光布5色布，啊，这支吼，伫戏剧当中，这叫破光布啊，像而且人人家吼绝世武功。啊，伊向做破功啊，倒落啊，
安尼下落就是破功啊！啊，这人巧伊倒落，就化成血水尸体袂啊，涂骹就一团血。蓝色甲白色就是水。哦，水，嘿，水咧流。比如讲感觉色的甲粉红啊，还是甲乌的，伊就是血。嘿，火，血，哦，血，水，嘿，意象叫血。还可以讲这个时候吼，安尼，你安尼交咧，你平行就好啊。啊，你莫安尼交，你安尼交吼，你手会去伤着。你平行就好，平行安尼这样转，那就可以了。啊，你可以手指头这样安尼左右摇晃。啊，这是金光盘，金光盘。金光盘的作用其实就是金光盘的作用，其实就是沿金光系的部分，就是伊要闪烁它的快速的神功。是红仔要出来的时阵哦，做布袋做个金光闪闪，随起千条闪甲，咻，这个物件，早期无迄种，那个 LED 这声光效果时阵无演的时阵，是靠这个金光盘去呈现这红仔出来。啊，即马吼声光效果有的时阵就加烟，搁加迄个电火出来，就烟抓落，电火照落，红仔就出来啊。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哇，这个声光效果，这是特效的变化。比如讲你看安尼。这个剑就可能就叫安尼啊，收起来啊，安尼啊，收起来了，哦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法宝我拄啊好搬顺手，啊阵啊就出现啦。伊布袋戏啊嘛真老搬。既然是小团长，就请伊等一下，咱斗阵看卖伊有偌高。那你要去阮朋友因兜泡茶，哎，引起哦，啊无我就袂当去泡啊。我哩。哦。哦，你讲的时阵红爱动哦，哦，来个加油，哦，来预备开始，手执君王令，手执君王令，提点数万兵，提点数万兵，有人立军制，有人立军制，定战不留情，定战不留情，按真假名。张国祥，好，袂歹，掌声鼓励一下啊！赞。好，好，变人，好。出计不红人，百两上万人，有人立不制，冷战不留情。按张国祥。听讲今仔日有一个布袋丁大人，面头前来了一个人，我要甲伊看卖咧。我来借问咧。你要问啥？我问你一个。要问啥？听讲大人有一个魔术姓名特，你捌你咯？捌咯，迄着阮兜的啊。哈？恁兜哦？对啊。安怎行啊？对面墙行到阮大人骹都酸的，我教你一部功夫。好。这功夫叫做轻功术。轻功术。看我的一、两、三。好，下落。阮教啊，来阮兜泡茶好无？好。来行。你真正有够强，所以我派我的武器骷髅勇士丘罗罗。哎呦！啥物？你放个勇士哦？好，我袂输你。看我的连挥！去！
然后你再上去。哦。好细了，好细了。你写吼，哈哈哈。好，我搞不细了。你无是啊，真酸啊！今仔日有够趣味的啦！感谢团长甲小团长教我真济换布袋戏红仔的功夫，亲像是布袋戏红仔要安怎行路，要安怎讲话，拢互我感受到布袋戏红仔的精彩。布袋戏是咱台湾珍贵的文化，希望有一天我嘛会当亲像团长同款，伫舞台悬顶演出咱台湾的故事。大拿站到，大拿火车头到。你一个出车头，你就会闻到臭豆腐的香味哦。啊，你又去这个香味乘过来，这个到街仔的头头的所在，真侪人咧排队，这就是现出是大拿上出名的臭豆腐。听讲这是台湾上好食的臭豆腐，所以有足侪人想要排队。啊，你有闻到香味无？啊，臭豆腐的做法是800款，这款你看是4角，啊有空的，啊留啊定定，中剁一个较大空的，甲这个酱料哦，甲掺入去，加起来吼定定脆脆，有这个豆腐的这个香味。咱若食臭豆腐，假使讲一半人地啊，吼，你食到头一半你就开始压身，因为这个可能油啊吼受过粗，啊这味受到。不过吼是安怎大拿臭豆腐会遮出名呢？因为你甲食完了吼。你感觉会足清爽，有迄个香味咧咧。啊，当然你嘛会当点伊遮的大肠面线，啊，过来阁有猪血汤，这是真好食。不过吼，大家上主要会来大拿站，是要来食这个臭豆腐。啊，这臭豆腐啊，你离开了吼，你袂感觉野生，袂感觉味，你感觉到这个臭豆腐的这个清香，家己迄个香味袂输一条锁啊，家己阁牵转来，阁坐车到大拿站。落车头来食这个介出名的臭豆腐。排骨饭，要食好食的排骨饭，就到大拿街啊，大拿排骨台哦，会当讲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上出名。较早吼，咱台湾经济吼，当咧起开的时阵，这个南来北往，这个省道或者讲是冲关路，啊，有高速公路。这稳正啊吼，变来一个腰，就踅来这个大拿街啊，来食好食的大拿排骨饭。伊即间上出名的当然是这个排骨啦。啊，这我顶头除了有香港的这个饭啊，互人推互饱以外，当然阁有咸菜，有高丽菜，阁有加一粒的这个卤卵。啊，你也无食排骨嘛，会当食控嘛，控嘛有这个会肥嘛，互你感觉这个做饱足的感觉，这就是大拿排骨饭。住遮附近的乡镇的人啊，吼，伊有时阵来遮就是嘛无一定会买饭，伊就干那买排骨肉。排骨肉包顿的，你若是配饭还是做菜，拢真好，囡仔大人拢喜欢。即摆到大拿街啊，有水开的成都里社，阁有出名的万国香，你会当来遮行行捞捞咧。毋若是食饱阁食卡，阁会当感受大拿这个在地的文化。公司最近有请来3个新员工。阮公司最近请3个新的员工。公司最近有请3个新的员工。公司最近请了3个新员工。公司最近请了3个员工。
公司最近请3个新的员工。大家好哈，中文咱常常讲请哈，请2个员工，还是请2个客人哈，2个拢是请。但是这2种请在台湾话其实是有分的哦哈。你若以中文来想，嘛是当理解哈。中文的请其实有聘请，嘛有邀请。你若有这个观念，你甲这个观念甲伊早转来台语，你就会当理解哈。但是聘请就是请，所以请员工、请新劳。你若是邀请，就是请。所以我今仔请人客吼，也是讲我请一个贵宾来演讲，等等，这就是请。其实袂足困难吼，咱常常是因为讲台语的时候伤过紧张，去互中文迄个字影响着。就算讲你要用中文来思考，来加强你的台湾话吼，你即摆的情形足普遍。即摆足侪人拢足惯势讲华语吼，所以伫个咱想要甲台语讲倒转来即个过程吼，有当你会去互华语影响着。安尼嘛袂要紧吼，你着用华语搁甲伊想较斟酌的，是邀请还是聘请？你着知影是请还是请。除了请甲请以外咧，搁有一个其实咱嘛会常常会拄着吼，就是华语讲的申请。华语讲的申请咧，台湾话咱除了讲申请以外，有当嘛会当干那写请一字吼，但是这个时阵伊就爱讲做是请，所以我要去请钱，我要去请假话吼。就是爱讲请，唔好感觉足困难，其实袂哦吼，大家搁想好较斟酌的。就算讲一开始你用你的华语的观念去想一下嘛，袂要紧，加想几摆你就会惯势。公司最近请3个新员工。公司最近请3个新员工。公司最近请3个新员工。无偌久进前，中国这边吼，伫福建这边，因来讲做讲，当归试，来去台湾无代志。当归知啦吼，当归有试嘛对啦吼，迄个啥，来去台湾无代志，无就讲台湾钱淹骹目，所以差不多400-500年。伫中国这边，因会感觉讲台湾咧伊个充满了会当做生意、掠鱼、做田一个好所在，就足侪人拢爱冒险伫厝内过来。你知影中国政府一直接怀因的人民去国家以外所在讨食，这拢知嘛？你若是中国人去外国，政府拢会管，但是你政府较安怎管？一般来讲嘛，有所在会用趁，伊就要去，要去就表示讲有真正危险性。包括你去坐船冒险，大家嘛要趁，一台船会用坐差不多坐50个，就甲插到差不多变100个，迄拢非法，拢是走私诶。可能安怎船头家哇船已经无法度，咁来沉船无，人咱甲沉落，本来10个要来咱台湾。若是海顶去用干掉，无就去红影吹掉，即个破病死去，去用红影顶船啦，也是船顶大家抬来抬去，是讲去船顶咧共顶咧去饲鲨鱼，去饲海洋，就变讲啥？可能有6个，其中有人死伫船顶，10个6个死船顶，就3个留落来。伊这意思讲会当。生平安来甲台湾人，无到一半，无到一半，你发现我台湾嘛无遐好生活，可能有马拉利亚会破病，台湾的风土甲中国风土无啥相像，来破病嘛，做一个讲袂了，就去等去。所以阮本来亲像讲，若今日台湾来个留落来的人无去走，无去转去中国，无去美国，迄种论命。在台湾叫做论命，经过真济试炼，了后，伊就继续带一辆车，搁拖落，拖到后台。即句话意思，来则真艰苦，伊咱活人用论命。
咱新闻嘛比中国这边较好。你知影，因一般我咧问咱，美国最好诶嘛，对吧？嘛大家少知要去美国，嘛是有人成功，有人失败，敢毋是？咱一路嘛咧表示讲，台湾是充满了希望诶所在，嘛是充满了种无稳定。啊，所以毋知讲，咱当然是安尼，有成功诶人，也是讲失败诶人，那活咧都，你历史就搁继续落去。咱袂使将一个所在讲，哦，迄一个黄金岛、美的岛，还是西方迄个西方极乐之岛对无？啊，就莫种去到遐吼，王子甲公主结婚就拢一切拢真美满，无可能。哦，做即句话顺语吼，真个是讲台湾一个充满了美丽嘛冒险，毋是讲古早要移民来台湾，毋是讲遐太简单。有真侪啥沧桑、苦难、坎坷，而且。